得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Jenny，係聖經英語文學促進會嘅總幹事同埋創辦人。你而家睇到嘅呢個地方呢，就係平日基督徒團契聚會嘅地方啊，亦都喺格拉斯哥大學嘅校園裏邊。咁而呢個團契係點樣嚟嘅呢？其實就係由 ACE Course 呢個睇聖經學英文嘅課程開始嘅。喺上年嘅10月，2010年嘅10月，我哋喺蘇格蘭一間教會嗰度開展咗一個 ACE Course 睇聖經學英文嘅課程。喺課程當中呢，就認識咗一班嘅香港人，仲有來自澳門、台灣，仲有一啲係廣東嘅地區。咁就係咁樣樣呢，我哋組成咗一個團契，叫做廣東話基督徒團契，亦都係喺格拉斯哥第一個類似嘅團契，喺校園裏邊呢，第一個咁樣樣嘅團契。咁團契成立咗之後呢，我哋好快呢就搞咗一個報道會，報道會仲有4個人決志添。咁由呢一個例子可以睇到呢，其實一個課程嘅開展呢，係的確有助去建立教會嘅。我可以用一個比喻啦，就係 ACE Course 呢係一個橋梁，扮演咗橋梁嘅角色。點解咁講呢？藉住呢一個嘅課程呢，我哋將人帶到神嘅面前。一啲未信主嘅人，佢因為渴慕去學英語同埋學聖經，就係咁樣樣呢。佢就係咁樣樣喺個課程當中決志，穩定有教會嘅聚會。而一啲信徒呢，佢本身係有返開教會嘅一啲嘅信徒，佢哋上完呢個課程之後呢，對聖經嘅興趣大大嘅提升。根據我哋嘅數字呢，有超過80%嘅同學呢，上完呢個課程之後，對聖經、對英文同埋對信仰呢嘅興趣都係大大嘅提升。喺今年嘅6月，我哋將會喺大學嘅校園裏邊第一次去開辦 ACE Course， 而當中呢，仲會接觸到一啲穆斯林嘅信徒添。所以呢一個課程的而且確係一個跨文化嘅事工，可以作為一個有效嘅佈道嘅工具。